无啦，我一定过关。终于有唱声啊！有唱声诶！伊讲若是无过我，伊要退出演艺界咧。讲实在，对啊。顶届我比了，我是毋是有讲吼？我若后一届无过，我要退出演艺界。对啊。我来，我看所有的关卡看了，我最想要问恁一句话。啥物话？恁是毋是想要看我退出演艺界？是。我拜托，成全阮的愿望好无？变伤困难去我甲你讲，你若退出阮这个节目吼，真好发这个报纸哦。袂使，一定爱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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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咋输的？因为我想要看你退出。对，高手啦。我嘛是选过中游呢。我支持大杯。你要拼一个自头到尾拢无进去，你是不要拼这？内底都有人啦，所以这有3票。一票，好，阿向先来，加到石头纸好来啦，我先来啦。哦，伊主完哦。进前中我咧天顶啊天顶中我有一条锁啊，会当小扶一个吼，小扭一个吼，即摆是拢怎啊用害的哦？头到大杯访问的时阵讲，伊这段时间害的这个能力有专家去加强啦。啊，加强我会出无？加强有效无？有啊，有效无？有效有第三条的天顶，有哦，继续害来，这个蛇直接害过去。水啦，莫搁登去啊！水啦，紧嘞，莫休困。文山区的高傲啦，就是你啊！莫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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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莫休困啦！冲啦，莫休啊，冲啦，冲落啦！好啦，本山水啦！慢起差了，派去你哦，慢起差了，派去你不？玩，慢起差了，来，过一届，你记个插得起，来过来，你换一支手咧，可能还用害啊，用规身躯的力量，真前一段时间做真济这害的训练，哦，成果即马来体现出来啊！来啊啦！我加关啊！我是敢我啊！来，赢啦！来啊！好，这个被他抓起来，上难的来啊！哦，教完嘞！哇，伊这招厉害呢！用头脑，哇，伊想好，还想好来！哇，伊要来过关的啦，唔是要来退出演艺界的啦！哇，动头壳，个海给你，这是教授啦！我饲着无等哇！咱这是咱演艺界第一个过关的演艺界代表，演艺界代表，咱这是咱演艺界内底第一个过关的，要出来啊！教授加油啊！一定要过关啊！要过关啊啦！你一定要比顶届更加进步。要搞啊！身躯要控制好，海过去，要搞啊！差一步啊！海过去，到位啊！起波档，时间停来，搁一半，这时间真考验咱的选手，体力的考验，心理的考验。搁一步，每一步就是离咱的目标搁较近啦。迄比啊，甲分嘞！该拼啦，过钓鱼啊！敢会当卖退出演艺界？啊，你伊的失败无过关。对啊，你因若无退出，阮嘛无啥物好法啊。啊，好啦，安尼，你讲，既然好兄拢已经安尼讲啊嘛，对无？安尼我今仔宣布吼，退出演艺界啊。啊，毋过等一下，因为明仔载要录综艺大集合，所以我直接宣布，我明仔载复出。你今仔日退出，明仔载搁复出。明仔载正式复出啊！排步赛更较困难的程度有法度。一招到2对，用过中央迄招。说你，手高遐一定会出气，一定会出气。哇，这招厉害！来，去看，去你啊！哦，演艺界代表，加油！
哎呦，我当要试卖试啊，卖试啊，卖试啊，看来就好，看来。豆来，这个看好准哦，这个看好准哦。最佳新报一关不？看好准，看好准，看好准。超过经济的表现不？有法度超过经济的表现不？来啊来，我喊一个，我喊一个。你到位啊，你到位。哦，冇试掉，个试者，个试者，冇试掉，我试掉。你试几来？5分15秒。其实不管是他过最重要，还是即摆的输蛋，在这个阶段，因为这规身已经吹到紧绷啊！我们是第一个艺人过关的，我做第一位过关的，第一个过关的艺人出现无？观众朋友，第一个过关的台湾的艺人，坚持了吧！要过关啦！别靠近啊！你要过